希塔美德下載有主見。有主見係一種重要嘅生活技能，佢讓我哋能夠喺面對挑戰同埋壓力嘅時候，堅持自己嘅觀點同埋信念，而唔被外界嘅意見所左右。有主見嘅人能夠清晰地表達自己嘅想法，並且喺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果斷地做出決策。當我哋有主見，我哋就能夠更好咁樣把握自己嘅生活方向。無論遇到乜嘢困難或者挑戰，我哋都能夠憑住堅定嘅信念，朝住目標前進。有主見並唔代表要固執己見，而係喺尊重他人嘅同時，能夠勇敢嘅為自己嘅觀點發聲。呢種力量就好似喺風雨之中依然屹立不倒嘅燈塔。無論外界係幾咁動盪，我哋嘅內心依然堅定不移。有主見嘅人往往能夠喺複雜嘅局勢之中揾到最適合自己嘅道路，並且勇敢咁樣去走落去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有主見嘅定義。我知道有主見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何時有主見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有主見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有主見嘅觀點，我知道有主見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有主見係安全嘅，我有主見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